确定，我们没看到你的粉丝。他在那个音效上面。好了，好。这个才来哦。这个有区别吗？这两个没来多久，他们拿了，好的，拿过来了。这是给谁的？不知道哎，因为你还需要几次机会回消息，我帮他留言，因为我怕送错了嘛，因为那天好像说你是说是火上取真吗？是谁？没确定。对，你说从你家的，他们都姓李。是送这个吗？不是，我是送给唱黄衣服的火上取真。都没来多久，看嘛，王清和张希、阿布都没来多久。好不头啊！寒风，寒是风的。昨天拍了，才发几个，还有几十个没发呢。今天还是拍一点嘛，人不对，不一样。
没有了。还有，我靠啊！哎呀，全到了！哎呀！那个就能卡了嘛？对吧？就是噻，就是噻。哦，好，知道了噻。晓得了，我早就知道。谢谢了哈。早就知道了。啊。知道了噻。好，晓得。后来抢到了。
17几点进行操作。几点钟啊？7块送了，这是哪个的？永吉的，你是永吉的吧？永吉的送了。你送了吗？哎，刚才你们那个喊我带过去的。哎，没看到那个。你在呀？没瞥进去啊？哎，啊，永吉的是你送的，这个是我送的了。哦，有可以。哎，主要是哦，也要哈啥子啊？没瞥进去，没拍进去。那喊你们要是抱起噻。这个没有。也还哈到。3分多3，他喊了没有？喊了没送？哦，那帮我测一下嘛，他测。我这样子整起，哪么整啊？对，你测到很多点数。那个永吉老师，一个永吉老师再拿一个哈到嘛？单独给他送一个这个哈到去嘛？啊，给永吉老师。对。我把花再单独嘛。好。随便。那先送永吉的嘛。啊？先送永吉的。啊，把花抱起了，再把一把花。啊。放嘛。像我拿哈到吧。他那个刚刚都送了，刚刚永吉你拍了吗？没有。他不知道送哪个，因为他送过来我都不知道，他没跟我说，我没在。还是拍到了。哦，没事儿，你拍就可以了。我看了一下，哎，他怎么的哈到了呢？我就想。哦。你不是要准备了哈到吗？他没跟我说，我就不知道。因为我刚才都是第一个说永吉的。我也看我就看一个发亮那儿那个，但是我以为是送给永吉的，他是送给乐上的。他说之前都送了。
上进来，我也不晓得是哪一个。反正一共6个人。哦，好，这是有点长啊。哎呦，这个啊那个。那个长啊，不要挂在脖子上，这样不好，不好。还是拉到手上是吧？下哈的有讲究的。他一个人抱不下2个，只能一个一个的送，只能一个一个的送。这儿，对的，是哪个的？这个是北河，北河的，北河以前啊，以前是他那个嘛哈带那个北河，北河，哦，后面。哪里？哦，掉那个，掉那个。你就拿那个嘛？你就拿那个吧，就拿那个。头上还个娃有那个3个字的送。高升那个，还可以送的。他下次一般都从白色上，白色好的，要不送3色的3色，3色的5色，5色是啊，那是最好的嘛。但是但是人太多了，你摆到脖子上太厚了嘛，是吧？他一般摆到最多要锯一个，是吧？就留一个。拉错啊，拉错。
还有曲珍、大龙母，还有拉错3个。行。这应该是曲珍。打人了！打人喽！那不打了，还是指使就要打人。哦。啊，人说今天早上来的有。一千元，收不收吧？1000元。啊，没有，我还没有。昨天我还没去的嘛。哦，那是明月的，回来去看嘛，经常离这儿很近。没事，反正也不着急，不影响使用。马天年秀都可以，它又不得生效。对啊，不存在啊。晚一点儿这还有什么？接下来是，我不知道，反正3个字中间一个。接下来是个曲珍就好了。为什么？人家3个一起了。哎，怎么一起了呢？他啊？都一样吗？开玩笑的，我说接下来你。不知道他该给他送，我感觉一个单子俺来了，俺来给他送。啊。哦，你也学我啊？哦。那个白玫瑰小蓝莓嘛，小蓝莓，都是白玫瑰吗？那个哪儿那个稍微胖一点的？像脑子。啥？